呢個係一個渡船街嘅唐樓，上兩層，一開二，一入嚟，實用300尺，廁所乾濕無菌嘅一個大閘。咁啊，另外個廚房緊處嚟嘅嚇。單位嘅賣點咧就係樓底極高，極高樓底。睇睇個單位咧，先睇第一邊間房，一間房咁啊，望翻出邊就係望翻大街嘅，因為低層所以就望到人哋個頂。咁第二間房就兩邊窗嘅，望翻渡船街。單位大致上都係咁樣啦。